新闻头起先来看台北市大直的人家厝规个密得去，今仔早起开放2楼以上的住户转去摕物件。有部分的住户认为开放的时间上短、上赶工。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就表示，这是因为建筑物歪起，人伫内底可能会无爽快，所以才安尼限制。另外有议员嘛也出讲，建设公司早就伫咧9月初1就通知工地有异常，这个基台建设知影有问题，煞唔停工。 大派小派物件拢放到塞车内底，大直人家厝受损事件到达第6天，12开放门牌过户，2楼以上的受灾户通转厝，1摆20分钟分3摆摕重要的物品。因为其实像老人家，他们自己会放他们自己的东西，那如果他们不方便进去，让它变成我们其他人帮他找出来，就会花比较长的时间。是觉得20分钟太短吗？啊，20分钟，当然太短嘛！你们赶快反应，莫名其妙。安全结构机师的建立，还有我们这个消防局的这个搜救队，所有在搜救的这个专业的判断，严拟这样的这个时间。时间有限，大型的物件也无法度摕出来，李树川帮受灾户体谅。另外，针对时间无法度配合的细厝学生，市府表示会当搁再安排时间。 好，那你们自己注意喽，哈。好 ，OK。针对这摆的事件，有议员指出，早伫9月初1，基台工天公司就有提供1份监测异常告知单，互基台大体建安工地一个现场的主任，即期基台早就知影工地有状况，煞无停工。9月4号、5号、6号、7号这4天的这个数据都有达到，就是超过了我们的这个行动水平。也就是说需要停工，然后让各那个单位一起过来，赶快也研拟这个解决的办法，还在研判中、研读中。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讲，相关的数据、监测资料拢会保存，所落来会由工会等等单位判定结果。另外，针对基台承诺提供1亿，做受灾户安置的费用也未到位。李树川讲，发展局12之间会参基台解决。 市府嘛批评讲，到今拢无看到基台徛伫一线解决问题，也无提出应该有的态度。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。